你好，12月31號星期三，考得綜合財經頻道輕鬆掌握財經動態。星期二嘅 A 股滬指全日都喺度窄幅咁震動，滬指平盤緊報收錄得 K 線嘅10年陽，逼近於4000點。星期二行情上，市場延續震動咁分化，目前各大指數都係已經逼近於前期嘅高位嘅附近，量能維持響2萬億樓上。指數上，滬指實現咗日線嘅10年陽，打破咗今年之內連陽嘅紀錄。滬指嘅周線 KDJ 實現咗金叉，如果係能夠維持企穩5日嘅平均線嘅上風嘅話，指數階段上升趨勢仍然有望維持。根據 Wind 嘅數據，2021年至到2025年，滬指有2年響元旦開始之後，第一個星期就實現咗上升，分別係2021同埋2023。第一個星期就漲幅分別為2.79% 同埋2.21%。2022年嘅第一個星期嘅跌幅係比較大，跌幅去到5.55%。星期二嘅港股一掃前一日嘅高開低走嘅低迷嘅情緒，恒生科技指數一度嘅大升去到2%，最終都係收升1.74%。恒生指數中國最度嘅逼近於26000點呢個大關。星期二嘅 A 股三大指數漲跌不一，收盤嘅時候上海證券就升咗0%，報3965點。滬深兩市全日嘅成交係2.14萬億，個股跌多漲少，下跌嘅個股超過3400檔。星期二港股三大指數震動咁走高，集體咁收升，收盤嘅時候恒生指數升咗0.86%，報25854點。星期二嘅美股三大指數集體咁收跌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咗0.2%，納指就指數跌咗0.24%，標普500指數跌咗0.14%，中國金融指數跌咗0.27%。美國到12月27號嘅當週，紅皮書商業零售銷售嘅年率係7.6%，高於前值。美國10月份嘅放假指數月率係0.4%，高於預期。美國10月份嘅放假指數年率係1.7%，低於前值。美國10月份嘅20座大城市季調之日嘅放假指數月率係0.3%，係高於前值。美國12月份嘅芝加哥 PMI 係43.5%，係高於預期。星期二嘅時候，美聯儲就官網就公布11月份嘅貨幣政策會議紀要，向克服咗內部嘅巨大分歧，向3個星期之前決定繼續咁減息嘅同時，大多數嘅官員就預計，如果通脹下行符合佢哋嘅預期嘅話，未來將會適合進一步咁減息。不過部分決策者就認為減息嘅行動應該暫停一段時間，體現出美聯儲對於明年進一步嘅減息持謹慎嘅態度，釋放出謹慎同埋偏鴿派嘅信號。中國官方所公布嘅11月份人民幣印鈔速度年化增長率係8%，即係話你手頭上嘅1萬蚊，每年將會少咗800蚊嘅購買力。點追得分？一齊探討下今朝嘅經濟狀況。尋日星期二，上海證券指數平收於3965點，香港恒生指數升咗219點，報25854點。美國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跌咗94點，報45367點。美元兌人民幣進行價報6.9940，創1美元紐約黃金報4350.81美元，一盎司紐約原油報57.92美元一桶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率報4.126。香港考得綜合財經頻道，我哋嘅理財風格不平服務，助你家庭保障、投資理財、事業發展更上一層樓，祝你事業運轉，鴻運當頭。